协助中小企业，目前是100人以下的事业单位要做治安法规范的相关职场相关的健康危害预防，包括了肌肉骨骼疾病的预防，包括妈妈的母亲健康保护，包括职场不法侵害的预防，包括过劳的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这样，劳工可以拿着自己的健检报告，或者是他们来这边，他们觉得他们会不会是过劳的问题，来这边做询问，那我们会给他一些评估，给他一些卫教的咨询。我觉得相当好，健康上的问题，不管是我们园区里面的厂商或劳工朋友，如果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我们服务中心做一个咨询访问，而且完全都是免费的，我觉得相当好。嘉禾啊，有一些工作他是有粉尘啊，他觉得不舒服啊，马上你要叫他去医院去，他觉得怪怪的。在这个地方驻点来弄的话，一个初步的咨询。对，那这个的话，对一般的劳工来讲的话是好的。我希望说是否可以增加时数，让就是能做在大规模宣导，让真正有需要的人都能来做一些专业的一些资讯。当然，我们希望他来，但是要有诱因啊，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要跟他规定。但是现在这里面你要规定在公司本身来讲都比较难。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为照顾劳工在工作上的安全，以及面对危险工作时身体应如何面对等相关咨询，台南市政府劳工局针对台南市8大工业区办理劳工健康咨询驻点服务。每个月第3周会有医生分别到各大工业区，针对厂商或是个别员工进行1对1的健康咨询，保护劳工族群的工作安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劳工局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局长王新基，我们跟南区健康服务中心来结合，来进驻到各工业区里面来做健康促进的部分。我的干朋友来跟南区健康服务中心来咨询相关健康的部分，包括你如果有三高的部分，你如何降三高？如果现在我们疫情的部分，在职场上如何能做相关防疫的部分，家己做好健康管理，这是咱上大目标。希望大家少做伙来做健康促进，共同做伙打拼。那每一个角落都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健康。当中希望创造这样的一个希望家园，一个家庭内底绝对比较起一角，也当中十全十美的，每大家都过得很安康、很快乐。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前景单日6甲乡长的议员游英智，伫市政总之前，除了争取6甲区的西边外宽道工程全线拓宽，唔通有头无尾以外，嘛要求爱用文化教育园区的概念来活化3公顷的6甲营区，互溪北会当发展起来。会中议员以下营南外环道路的出入口做甲好势，交通量也无6甲区较济，结果6甲西边的外环道路第1期工程却是有头无尾。据我了解，入口总长5675公尺，包括用地甲工程经费总共9亿7000多万，就是卡伫市府财源困难，也需要努力。提早向中央来争取钱，我认为上较好啦吼。你应该中央管理做伙啊，你这物件甲要求一个，甲拜托一个，我这个物件地方有需要建设，有拓宽的物件，增加咱的流量做好势，伊嘛绝对会答应啦吼。因为政府即马搁较侪钱，干啦防疫会开1条过500亿，钱我再搁少1条外，吼，这物件你就有哪会去处理啊，吼，那么咱来努力啦吼，我当然爱看市府的财源安怎。对啦。出身溪北议员游永智看到山上指定甲两地拢有指标性的文化教育园区，毋过因却是地方反弹的毛小孩运动教育园区，所以强调，既然该计划已经取消，要求将有3公顷现地的6甲营区作为闸门区重点发展的起点。
期待吸引观光人潮，带动消费商机，嘛进一步让溪北的产业特色升级，要求文化局积极规划，让大家动起来。溪北专门区像这新市里的所在，拢无啥物人去做，已经几啊档啊啦。较早是花池府的李布连呢，李布啦吼，的指挥官伫迄个所在咧镇守的啦，拢总3公顷外啦。啊，这是来讲的啦，大家也去做的，中文区的重点记录是安怎？中央有咧讲，大方向、大发展，有4档9000亿的经费，咱卡清楚规划万个建设，应该是无问题，应该是无问题，因为这个所在是咱市政府的土地啊，市政府迄敢若公所，我知影2公顷拢公所的，啊公所即摆归市政府啊对，啊一寡部分是国防部的，有那教我啦吼。所以目标呢，我要争取咱争取一个作为曾文区重要的聚落起点啦吼。前几年6家乡长议员余永志强调，当时维持人口数到25000人，认为若个无相关的业态建设，用观光来带动人潮，烦恼人口将持续流失。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洪玉凤伫市政总质询，针对赤坎文化园区的改造工程，甲文化局长进行激烈的讨论。因为议员伫3档前就已经有提醒，要谨慎评估，唔通动大工程。结果即马挖地下停车场，挖到历史遗迹，所以要求停止开挖。议员洪凤强调，伊3年半前就已经针对赤坎文化园区究竟是未整形也是变脸，提醒文化局长，想到文化局也是坚持要挖地下停车场的大工程。会中质疑欧美、日本到底到伫古迹下骹去挖地下停车的做法，询问教育局甲观光旅游局，强烈质疑牵涉成功国小校园中建甲当地交通需求的重大文化建设，互地方无法度放心。这个成功国小也好啦，赤坎楼下底，伊是清朝的大湖，那也是全台湾现在唯一仅存的一座清朝台湾署的遗构所在。它有那么大的历史意义，不应该那么贸然做这样子去开挖地下停车场的一个工作跟政策。我嘛怀疑讲，为什么同款，拢是有迄个遗物出土啊，遗址出土，那飞燕新村就可以停工，为什么赤坎楼不能停工？啊，台南市政府是地主，啊嘛是主管文化的主管机关啊，为什么你不能停工呢？都有做相关的调查研究、视觉计划，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开发跟文化资产保存并不是100%的冲突。其实这些资产如果只是留在地底下，大家只会猜说哦，这个地方可能是县属的遗构。大家都在猜，不知道这个部分是什么东西。议员洪凤伫总质询当中嘛讲到，市长吴伟霆高达8成的市政满意度，呼吁市长千万唔通沾沾自喜，而是以担起历届市长所留下互市民笑脸的建设来勉励伊，认为任期当外应该务实，赶紧捧出吴伟霆专属的亮点建设。临时之执行，精临市长的计划，才当符合各民调的期待。对此，市长强调，伊袂因为民调来做建设。我就会把这个部分来动态的检讨。如果这个案子的确会让台南市的整个文化，尤其是在古迹上的面貌变成面目全非，当然我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不是为了做而做。就如同你刚刚在细数历任市长的这个建设，留给市民心目中提到某个市长，就会提到他有什么建设。我刚刚跟你回答的一样，建设有正面的建设，有负面的建设。我也不希望说将来2年半以后，或是6年半以后，我离开台南市长这个位置，人家就会说那黄伟哲做了一个什么烂建设。我也不希望这样子。因此呢，我们会好好的去检讨思考任何的，包括你刚刚指教的这个赤坎楼的停车场，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我们议会议员先进所执政的这些建设，我们都会去思考。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充分运用医疗资源，提供病人更加方便的服务，省台病院甲贵综合病院为78年开始合作。
现主时更加进一步正式签署合作经营，希望会当达成良医进社区的理想。伫台南历史悠久的贵综合病院，因为环境的冲击，加上希望提供病人更较好的医疗品质，现在也决定将要甲成大病院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对一开始的合作病房，到现在将要进行的合作经营，19号上午正式由双方的代表签署合约书，未来将以良医进社区的理念来努力，要让社区的病人会使得到医学中心的照顾。台南郭综合医院是一个社区中型的社区医院，好，那我们今天有幸呢跟成大合作，好，我们那成大呢会给郭综合这个派遣很多非常优秀的医师，那可以提升这个本院的这个医疗品质，然后照顾更多的病患。成大医院的成立是为了要保卫整个嘉南平原民众的健康。那30几年来，我们也兢兢业业为这个目标继续努力。那我们更希望整个成大这个大学医院的资源能够落实到社区，落实到整个地区去。所以今天很有荣幸的可以跟郭综合医院一起来接这个缘，让整个成大医院这个优秀人才能继续在这边服务。那双方落实，整来做转诊。双向转诊，还有整个能够把我们的照护面更扩大到整个大台南区200多万的民众，继续往当我们是成大医院是当守卫整个嘉南平原民众守护神的责任。合作经营后，第一个重点就是将由成大借调妇产科的郑雅敏医师到贵综合担任院长，初期将以妇产科甲外科互相支援甲训练为主。未来呢，我们先从这个妇产科跟外科着手。我们先从门诊、手术、病房，把这些基础都打好之后，那在中期的话，如果这些基础打好之后，我们就会扩展到其他的科别哈。那长久来讲，我想就是一个目标，我们达到健保署所以分级医疗，这个双向转诊的一个目标。那甚至让地区郭综合医院已经深耕这么久的一个医院，它的地区基层做得非常好，我让这些基层的民众呢能够享受到医学中心级的一个服务，这是我在医疗品质部分是能够更期待能够精进的。透过双方的合作，除了让贵综合的医疗照护会使更加提升以外，嘛会使落实分级医疗甲双方的转诊，希望会使达到医病保3赢的局面。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南昆新大天府甲台湾守护文创总地5日节做伙举办防疫消灾祈福法会，当天阁特别邀请市长到现场取午时水，进行祈福仪式，而且会将5王加持祈福的昆新龙祈福盐免费送予信众保平安。南昆新大天府将伫25号5日节即天举办经主年防疫消灾祈福法会，当天嘛会取得未来龙泉井午时水，伫凌霄宝殿举办洒井平安活动，向前去除瘟疫，消除疫情。这个疫情弄到世界性的吼，咱台湾因为真拢是有 SARS 的这个经验啦吼，搁再来因为武汉真侪大伤啦，所以讲这代志发生的是台湾炸了足紧啦，所以讲咱的疫情有控制了。其他的国家无SARS啦，会使讲规个世界性的吼，南昆新大天府身为王爷祖庙啦，保护伊的子民，这是一个基本的要件啦。吼，拄着这个台湾首富吼，这3个少年啊，我讲伊真大气吼。迄日咧检讨的是讲的是。10几万的这个平安盐，铁过平安盐，要送予这5王的信徒啦，吼，目的就是要保护伊的平安，对这个疫情，吼，安尼有所帮助啦，吼，减轻落来，吼，大家会当得到平安。法会当天所采用的盐是由台湾守护文创免费提供予南昆新大天府，总共提供10800包。经过5王祈福加持的昆新王祈福盐，要来予信众免费摄取。我们每年都会寄付大天府108吨的这个天然日晒海盐那经过5王昆新王的祈福跟法师团的这个加持之后，往年这些祈福盐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全部被信徒领用完毕，把它消耗掉。那我们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平安延济是台湾第一大教嘛，那又经过30几名的法师团加持，然后经过好几天的这一个科仪，所举行的仪式创造出这个祈福岩。那到后来如果没有针对这个祈福岩去做一个很完善的运用，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这个非常可惜。所以透过这一次跟代天府这边在做相关的今年的活动的协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共同发想出了一个如何把平安延济所利用的这一些岩拿来做更进一步的这个发挥。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开发出了这个成功岩这个品牌以下有关宗教祈福岩系列的相关产品。观众朋友，如果同工无到到现场观看，主办单位嘛大心设立网络转播，让各地信众拢会当参与。另外，美方为了配合防疫旅游，嘛制作昆新王的防疫祈福平安底片，短短7天就超过10万人收看。美方欢迎大家伫5日节连续假期来遮拜拜求平安。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车坎街起价布丁奶酪商店，除了提升设备、研发新产品，佮加入第3代开创的全新品牌，而且自创咖啡甜点饮料店。不但店名真特别，而且规间店为设计到兴建拢是第3代一手包办，吸引不少网美佮网红去翕相打卡。位伫西门路小北仔附近的巷仔内，这间类似洋房的咖啡厅。不管是门口或者是店内，不时吸引袂少的网美或者是网红小正翕相打卡。原本想讲这建筑物是老屋重修，不过后来才知影是少年店长薛玉珍家己的设计规划。因为家己少年时爱出国，因此有了开店的梦想。因为我还蛮喜欢出国的，所以我出国都会看一些当地的甜点店啊，或是咖啡店。他们的一些风格，然后也很喜欢吃国外的东西。那也可能是因为常常很喜欢在外面吃，所以就会有一些想法，就是想说，那我以后的店想要怎样？无讲你唔知，原来薛玉珍是韩金婆婆甜点店的第3代。因为自细汉看到厝内人做奶酪布丁，妈妈做互家己的外妈食，因此伫咧用料甲食材拢先实在。现在家己自创品牌，嘛坚持同款的用料。虽然厝内人一开始烦恼少年人的创业，现在看到淡薄仔成绩，总算是较放心。他在外面，他就是因为对咖啡有热爱，所以他都是去一些大间的那个咖啡店去做。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要开店。我想说你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哦，要开店可能会我觉得是有一些困难，好，那时候我想说你先回来帮忙，好，然后就是当中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店里的招牌，那它是点心盘，很多客人来到我们店就是必点就是这一个。然后这个是伯爵戚风，那上面的奶盖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是用北海道时胜奶霜跟鲜奶油下去调配的，那可以吃到有一点咸咸的味道，搭配伯爵奶茶的蛋糕体，那整体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甜腻。
位伫巷仔内店面虽然无大，内面只有8条桌啊，上济会用容纳20个人。毋过条悬4米7的空间却真舒适，加上窗仔外的光线，也无怪吸引袂即个完美甲网红想要进驻甜点店。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迎接毕业季节，罗东部罗东的发展署分嘉南分署推出特殊焊接甲数位设计2个青年专班。去年底有一位才19岁校员许家伟，经过特殊焊接的训练以后，去食头路，才半冬的时间，1个月薪水已经超过5万块。去年许家伟伫亲情鼓励参加半冬的焊接职业训练，顺利取得证照，并且进入工厂上班，从事一般公路甲更固定焊接的工作。虽然工作当中火源温度超过1000外度，相当辛苦，不过每一摆当伊拍开保护迄刻，就感觉看到一个完美的艺术品，相当有成就感。嘛，互职业训练老师相当肯定伊作品的水准，而且短短半冬薪水就超过5万块。这种工作，当你就是火打下去那一刻，就是你的世界嘛，对，因为外面的人都没办法看到，就是你没办法看到外界怎样，你只能看到一个火珠在那里跑，对吧？当你那个停火之后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你所刚刚焊道的完美，对吧？这就算是自己的艺术吧，对吧？艺术，把它当作艺术来看待。他来这边写的时候，他还是蛮认真的啦。他的做工纹路，像我们都会看他的纹路好不好看，他的纹路应该是中上。为了许家园脚踏实地、唔惊艰苦学习的成功经验，对此劳动部分嘉南分署嘛伫今年毕业的季节，持续推出特殊焊接甲数位设计青年专班，希望培育更较侪市场所需要的人才。焊接市场据了解需求非常的大，那训后投入工作1到2年，日薪都可以达到2000至3000元以上。那因应毕业季的来临，我们分署也开设青年专班，希望培养更多的焊接人才。当然，因应毕业季节，分嘉南分署拄来开办青年专班，毛一般的职业训练班，包括消防安全、设备管理等等15班，报名到7月6号为止。有需要民众得赶紧上网站查询。台南新闻阮自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方面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